子，恢复便是。公子，当真就这么回去了？不同郡主再聊聊。兴许是我太过唐突，未曾问过花花心意，便擅自行事，才会如此。此刻再无颜面与花花相见。撤！啊，是郡主，郡主追来了。 一言不发就要走，我班花看上的男人，岂能如此退缩？花花，伯爷，白日里是花花顾虑太多，才拒绝了你，让你心伤了。不过现在我后悔了，伯爷。 还愿意娶我吗？我可以拒绝伯爷，但伯爷不可以拒绝我。还是娘厉害。 不然我这花大价钱买来的烟花可就白费了。不过，娘说了什么？娘只是跟你姐说，我跟你爹当年的事罢了。哦，你都跟孩子说什么了？对啊，说什么了？就说我跟你当年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当娘的！ 我容下，月下立誓，今生今世，再不与花花相离。我班花也月下立誓，我也一样。哎，姐夫，哎呦，我，啊，种色庆帝，也不想想是谁帮你把伯爷追回来的。杜先生，你现在可以说你想追的是哪家姑娘了吧？哎呦，啊，什么东西？说呀！莫名其妙。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你就告诉我。你们怎么都成双成对的？我这一个人形单影只，心好痛。